你叫做咩名？呢邊葵芳冇。我叫係 Tukila，今年幾多歲？今年係冇啦，因為你葵芳已經係高速結咗婚未？你葵芳一定係我入結咗婚灣㗎啦，係嘛？自己有冇小朋友啊？你搭翻地鐵有過嚟有轉西條小朋友，㗎啦。小朋友幾多歲啊？地鐵過嚟轉西條㗎啦。第一係3歲，第二係2個歲。好。咁啊，如果你嚟到香港做嘢，邊個幫你湊嗰個2歲嘅小朋友啊？係我奶奶嘅，唔係我媽媽。好。地鐵過嚟未？咁啊，之前喺香港做咗幾多個老闆啊？之前喺香港做3個老闆。好。咁啊，我逐個問下你啊。第一個喺邊度啊？喺香港邊度啊？第一係低步做。好。照顧婆婆。婆婆健唔健康？婆婆健康嘅。識行路？識。咁啊，嗰度做咗幾耐啊？2年啦，先生。做咗2年，好。咁啊，跟住咧，第二個老闆喺邊度？喺阿伯連，喺鴨脷洲。鴨脷洲。咁鴨脷洲嗰度，老闆屋企有幾多個人啊？有2個人、3個人同埋我。有婆婆同埋小姐。好，小姐有冇返工？有。咁啊，婆婆健唔健康啊？健康，佢都識行。識行。煮餸。識煮餸。識唔識自己食飯嗰啲啊？識。識自己。OK，盡量。好。咁啊，嗰度做咗幾耐？4年。做咗4年，好。咁啊，4年之後，去咗邊度啊？4年之後，我返去印尼。返印尼。咁啊，最後嗰個老闆咧？最後嗰個老闆喺邊度？第3老闆喺Shuttle Resort啊，先生。好。咁啊，嗰度咧照顧咩人？照顧婆婆1個人。婆婆行路點樣啊？O 唔 OK 啊 ？OK 嘅，不過佢慢慢行嘅。如果出海咧，佢坐喺輪椅。好。咁啊，嗰度做咗幾耐啊？3年啦，先生。3年。好。咁啊，你識唔識煮餸？我識煮餸。識煮啲乜嘢餸？蒸雞、蒸魚、蒸水蛋、蒸皮瓜。煲湯、滾湯。識煲咩湯啊？識煲大眼魚。大眼雞係嘛？大眼雞，好。係。咁你食唔食豬肉？識豬肉啊，先生。好。驚唔驚狗？驚狗。中唔中意照顧老人家？中意。OK，好啦，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